你最新嘅觀察咧，而家仲好似未燒完係嘛？未燒完啦，而家仲有2座樓咧，唔單止係外牆，即係其實外牆基本上燒晒㗎啦。咁不過咧就仲有2座樓咧，中層同高層有單位裏邊都燒着咗，仲係火光紅紅嘅。咁你現場亦都見到咧，香港其實嘅消防嘅雲梯同埋消防喉咧係去唔到大廈嘅中高層嘅。咁啊，消防個水嘅力量咧只能夠做到中層嘅啫。咁所以消防咧係開咗好多條雲梯㗎啦，咁啊降緊溫。咁但係咧，單位燃燒到睇嚟就要一直燃燒完畢為止，我相信都要燒到黃昏。係啦，而家就話44個人死亡嚇，咁大家都仲有即係200個喺度即係受傷緊嚇。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即係個傷亡嘅問題啊。咁以你嘅即係嗰個判斷咧，會唔會要即係個傷亡嘅數字仲有可能會繼續增加嘅？嗱，現場咧收到消息就係話咧，佢救出嚟，仍然有人可以救到出嚟。即係話咧喺單位裏邊嗱，可能而家咧有大概超過200人仍然喺火災現場裏邊嘅，未出到嚟嘅。咁當然有老弱婦孺啦，亦都可能有人受傷咗，咁亦都可能有人已經死亡咗都未定。嗱，消防員咧而家喺裏邊室內咧一路咧由底一路向上，咁我相信有2座樓咧仍然未去到頂嗰一半嘅，其他樓咧我相信已經開始咧喺中高層度搜索緊㗎啦。咁嗱，當然啦，就現場仍然救到人出嚟嘅，見到救傷車仍然救到人出嚟嘅。咁咧，但係相信嗰個死亡數字咧係會大幅攀升。我諗最終嘅死亡數字睇個情況真係無可避免咧，係去到3位數字。咁呢一個係一個極之可悲嘅情況。係啦，係好容易燃燒嘅，而導致結果咧火勢蔓延。嗱，因為香港其實有法例標準嘅，喺90年代咧，上世紀90年代殖民地時期咧，其實當時嘅消防處處長同埋勞工處處長咧，係要求建築監督，亦都即係咧屋宇署嘅處長，咁咧就住建築物條例當中喺棚架上邊嘅安全咧，係包括個消防方面啦，包括咧係個通風方面啦，係要做一啲指引。咁所以咧喺90年代出咗一張 APP 070嘅文件。嗰文件啊咧就係其實而家到而家有一個問題啊，一啲工程師學會又好啊，或者建造議會嘅專業人士咧，都仍然原來唔識睇咁英文裏邊或者中文裏邊嘅解釋。嗰文件原來就話咧，如果嗰棟樓宇係用緊嘅，入咗火嘅，咁就咧所有喺棚架上邊嘅附加材料，包括網啊、布啦，都要係阻燃嘅，阻礙燃燒嘅。但係如果個樓宇嘅建築工程中其實係冇要求嘅。因為建築工程中啲人好容易走啦，同埋咧燒嘅情況冇咁嚴重。但係用緊嘅樓宇咧，裏邊可能有住嘅人啦，可能有咧啲人係唔察覺火燭啦，亦都可能咧係有人翻工開咗個窗，咁啲火就可以蔓延室內嘅而家嘅情況，咁就好容易令到咧係好巨大嘅傷亡。咁而且咧就係啲棚網咧好容易會火燒連環船。嗱，因為咁樣咧，原來喺90年代喺呢個殖民地政府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好清楚嘅法律法規，係要求而家呢一種維修嘅地盤咧，個網或者板係需要咧係咧阻燃嘅。嗱，而家佢冇用到阻燃嘅材料，好明顯地咧，琴日有條 video 喺2、3點影嘅，喺本來喺地腳嗰度咧係一個好細嘅火警，甚至乎咧最初 video 你想睇個火咧都要咧係好專心先睇到，但喺幾分鐘之內咧已經燒上頂，好火光紅紅，係成條街都係火啦。你可以見到咧，其實佢嘅材料好明顯就唔係阻燃材料，亦都即係話承建商咧肯定有好大責任嘅。咁政府部門都唔係冇責任㗎。嗱，因為呢一個咧係居屋嚟嘅，咁所以咧居屋咧就係由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負責，所以咧獨立審查組亦都有一個咧所有嘅官員負責呢個項目嘅官員都有一個咧就係咧責任，無論佢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又或者等同而家拉咗承建商同埋咧顧問公司嘅3個人係可能誤殺罪咧，我覺得都同等嘅一個情況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個顧問公司有冇 check 清楚嗰個棚網嘅安全啦？個承建商會唔會呃晒所有人？明明個棚網係唔合格嘅，佢俾咗假嘅報告。嗱，而家好多時出現情況，假報告係呃咗人都可能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原來喺年幾前，我啦同埋呢度嘅居民咧。曾經攞嗰啲網同埋發泡膠去燒，亦都話俾政府聽係唔安全嘅。我哋揾咗消防處，我哋揾咗勞工處，結果咧勞工處同消防處都唔理。嗱，其實年幾前我哋已經有個警惕㗎啦，就係有人咧，有香港市民，我哋公民社會裏邊咧係有人提咗政府，但係政府仍然有法不依。嗱，呢個第一個問題。咁咧上天對香港
可能已經好㗎啦。上一個旱季我哋冇咁嘅事發生。好啦，去到今年嘅10月喺華懋大廈再發生一次。今次華懋大廈我就會睇成係上天俾我哋嘅一個咧係警告嘅。嗱，如果喺10月即係上一個月華懋大廈嘅衝天大火一樣係呢啲棚網造成。嗱，當時其實咧可能揀華懋大廈咧都係一個警惕嚟嘅，因為如果你喺現場睇到咧，華懋大廈嘅一邊咧係燒得好犀利，另一邊咧係完全冇燒着嘅。即係話咧，如果你肯用一個咧阻燃嘅網咧，其實係冇一個咁大嘅危機。但係如果用不合格材料咧，就燒得好犀利。好啦，結果1個月之前呢個警惕，我哋香港政府嘅官員、我哋嘅房屋署、我哋嘅勞工處、我哋嘅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我哋建築署或者我哋嘅屋宇署仍然唔理。嗱，結果就導致今日咧喺11月26日到27日咧咁樣燒法。最終咧而家有44人已經公布正式死亡㗎啦。咁另外仲有超過200人咧係仍然未能夠聯絡到。當然我哋希望可以救翻晒200人出嚟嘅。咁甚至裏面如果有寵物嘅仍然生存嘅都救埋出嚟。但係咧呢一個可能即係睇現場環境咧，呢一個現實上可能係妄想。我哋最終個死亡人數可能會好高。但係點解我哋避唔開咧？即係年幾前有人提出政府唔理。好啦，到上個月華懋大廈燒我哋都唔理，結果就導致今日惡果。咁所以我覺得政府李家超政府咧有好大責任。係啊，冇錯，因為我見即係你以前就係沙中線嘅吹哨者，但今次大火咧，你都係吹哨者㗎。因為睇翻你就自己即係其實同類型嘅呢一種情況係咪喺其他嘅屋苑都要出現？咁見翻你都話匯和苑啦，即係好似沙田嗰度都要出現咁嘅情況，你都係同唔同嘅部門都要反應係嘛？即係佢哋嘅反應係點咧？即係其實你係不斷咁樣同佢講咗呢個問題，咁佢係覺得安全咧，定係覺得你即係唔理你咧？佢哋具體嘅反應係點樣？嗱喺瑞和苑咧，就點解特別關注咧？瑞和苑同呢個屋苑一樣啦，好多老人家啦，同埋個房屋設計唔同㗎。瑞和苑個走廊咧，即係話單位同單位嘅同埋 lift 個走廊咧係開放式嘅，即係話如果外牆燒咧，就一定會入到屋㗎啦，一定會入到咧你家門口㗎啦，你走唔到㗎啦，係好嚴重嘅事嚟㗎。瑞和苑嘅設計同而家呢一啲設計唔係好同嘅，但係無論任何情況啦，喺瑞和苑我哋揾咗邊幾個啦？我哋揾咗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我哋揾咗勞工處，我哋揾咗消防處。好啦，結果個情嗱，當然我哋有同咧係當地嘅一個咧就業主立案法團啦、管理公司啦同埋顧問公司傾嘅。嗱，瑞和苑個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梁寶力咧，佢直頭咧同呢個屋苑一樣噶，呢個主席一樣噶，係咧對於車廳嚟搞事嘅，貼佢街招，佢周圍欠債，佢咧俾人告，全部咧都係用抹黑形式去咧包庇呢一啲咁嘅情況。好啦，到我同政府部門傾咧，我可以直接話俾大家聽，勞工處處長呢一個咧陳女士，同埋消防局嘅消防處處長楊先生咧，係一定要落台嘅。佢兩個態度咧，直頭係 reluctant 嘅，即係話咧我唔理你，我直頭覺得冇問題。有法律有咗呢個技術嘅討論喺電郵裏邊咧，我最初都好禮貌。好啦，去到我都冇辦法，我都自己有一個一定程度上嘅一個嬲怒。同你講成3、4個月、5、6、7個月、10幾20個電郵，你仍然覺得冇問題。但係我哋自己剪出嚟 test 埋都有問題，你就話冇問題。佢哋直頭係話冇問題。勞工處直頭誤導包括呢度居民咧，話個網其實冇問題嘅，唔使防火添嘅。嗱，呢一啲官員咧唔炒魷咧，炒魷都益咗佢哋，死咗咁多人，佢哋點樣過意得去咧？好啦，但係咧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有少少唔同。嗱，獨立審查組喺呢一個咧瑞和苑咧，佢係相對咧就係辦事。我坦白講，真係辦事嘅。但個問題咧就輪到個承建商同個顧問公司不斷耍佢，不斷包括俾假嘅 test shot 俾佢，包括咧就係俾一啲 test shot 咧裏邊中間啲資料唔啱嘅。譬如採樣日期影埋相啦，係7月12號，但係個 test shot 話嘅收嘅樣板咧係16號嘅。咁呢啲全部咧就係都證明，喂，你採樣嘅時候咧，原來唔係 test 嗰啲材料嚟嘅。好啦，呢一啲咧，其實房屋局當時獨立審查組有繼續追究，但係結果就2023年嘅12月追到去2025年嘅2月，先至話咧係可以攞到個 shot 出嚟。但係你過去即係話咧，就算嗰段時間
嗰10幾20個月，一樣咧係所有3501伙居民咧，都係喺個消防危機當中嘅。而當中消防處、勞工處唔肯做嘢，嗱，呢個屋苑一樣嘅，勞工處、消防處唔肯做嘢，呢個屋苑嘅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咧，撲街嚟㗎，一樣係同消防處同房屋處、消防處同埋勞工處一樣，都係唔理，都係覺得冇問題。嗱，即係話咧，政府部門當中唔係成個部門一樣有咁嘅管治態度，部分官員咧真係撲街嚟，部分官員咧係有責任感嘅。我喺成個咁多個屋苑，好多屋苑有跟進嘅大維修，因為真係危險。其實只有喺黃大仙區坐本來第8組呢一個咧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咧，阿古 Sir 帶領個 team 咧係比較好，其他全部冚家產嚟。係啦，所以咧，即係其實鴻福苑嗰度，你哋一早就已經關注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我見到。幾前㗎啦。咁即係你當時其實見到佢霸咗一齊咁樣打棚架咧，有冇覺得更加危險咧？因為今次咧就係唔係一座㗎喎，佢全部8個一齊，咁好多人覺得點解你咁趕咧？係嘛？即係你一下子打晒呢個，係咪要係你哋建築經常會見到嘅咁嘅情況咧？定係都係比較罕有嘅？其實一次過做晒咧，反而係成本重嘅。棚竹其實可以翻用嘅。呢啲咁嘅情況啦，瑞和苑又好，或呢個雲福苑又好啦。有8座樓、9座樓咧，應該分開3個 phase 做，冇咁嘅一個迫切性嘅，2、3座、2、3座做，咁亦都可以翻用呢一啲棚架。個承建商相對嘅成本冇咁重，佢都唔需要周圍偷工減料。而家你一次過8座一齊做咧，其實就只一個原理，就係成個 cost 個 plan 啊，即係成個財務咧係盡快使晒啲錢。咁你明白啦？如果呢度真係有圍標嘅，如果真係有單位係收錢嘅。佢當然希望盡快用啲錢，盡快落袋，跟住佢哋飛去英國睇世界啦。呢個就係個情況。香港咧喺成個維修界，呢個情況非常之嚴重，係極度嚴重。係啦，同埋呢個即係用呢個佐燃料嘅，同埋呢個即係可以防火嘅原料，個價格到底差幾多咧？啱好少。但喺香港，如果你經過代理商買咧，個價錢可以係幾倍嘅，可以6至10倍添嘅。但係如果你喺中國大陸直接喺廠，即係生產廠度買咧，其實個價錢就唔係爭好多，爭30幾%嘅啫。而且中國大陸咧係絕大部分嘅生產咧都係都係佐燃嘅，反而中國大陸咧大部分生產都佐燃，因為實際上個生產成本唔係高好多嘅啫。反而喺香港咧，就係佢哋為咗慳錢，仲要做一啲唔合格嘅材料出嚟，嗱，呢個先係抵打嘅地方。係啊，所以呢今次呢個，咁你就而家佢捉咗3個人，你覺得足唔足夠咧？其實要調查嘅方向咧，你覺得應該係點樣嘅追責咧？有啲咩建議嘅？嗱，事實上咧，我有跟進呢個屋苑嘅，所以我其實而家拉咗3個人，我當然唔知邊3個啦。承建商2個董事抵拉嘅，我亦都喺我第一個 post 度，我講埋佢叫馬騮，應該即刻拉佢。嗱，呢個就冇辦法噶啦，應該要拉佢嘅。而另一個咧，顧問公司咧，反而我覺得佢就佢幾努力嘅。但係你要明白，一個顧問公司咧，都係受制於法團，因為法團請佢嘅。法團主席咧，其實喺件事上邊責無旁貸嘅。嗱，當然啦，我哋一定要刑事成分先可以拉嗰個人咧，去扣留48小時調查。但係我相信警方係有策略嘅，因為如果而家咧唔拉咧，佢哋可能已經買張機票飛去英國、飛去美國、飛去加拿大㗎啦。咁所以警方必須要做嘢。咁但係我如果覺得做嘢咧，係應該要咧係再擴大範圍。呢一個雲福苑嘅法團主席都應該咧，或者管委會裏邊嘅重要人員咧，都應該咧係要到警方咧係協助調查，包括攞晒佢嘅所有通訊出嚟咧，睇一睇佢哋有冇責任。成個屋苑裏邊咧，我淨係親身見到，包括我哋中科監察呢個屋苑咧個法團主席同呢一個瑞和苑好巴閉㗎，佢唔俾我進入公園範圍嘅。嗱，喺瑞和苑嗰個夾硬嚟嘅 ，OK 入到呢個屋苑我入唔到去㗎，我直頭入唔到去㗎，有黑社會喺個屋苑門口守我㗎，我係冇辦法入到屋苑㗎，咁巴閉嘅屋苑可以去到，銅牆鐵壁嘅喎。好啦，另一方面呢一個屋苑除咗呢一個咧係呢一個公證範圍嘅人，其實政府嘅官員都應該要翻去協助調查。喺我嘅 coordination 喺 liaison 裏邊咧。呢個勞工處處長、消防處處長係有份嘅，
佢兩個嘅換忽職守咧，係有份導致今次嘅事件嘅。佢哋一樣咧，如果講誤殺咧，佢哋一樣有嫌疑。係啦。咁你覺得喺香港做一個吹哨者嘅難度喺邊度咧？極之高。呢10年咧，我坦白講俾大家聽，我個人戶口6、7個個人戶口，剩翻1個 WhatsApp，公司戶口全部封晒，唔單止封晒，錢都唔俾你攞翻。其實咧，李家超所講話蘇之以鼻，我而家對你講，我都蘇之以鼻，我一樣面對住你哋搞緊我，人哋制裁你，你都制裁緊我，我戶口一樣俾你封晒。其實呢10年好難過。係的確難過嘅，但我堅持留喺度，我堅持繼續出聲，我堅持繼續，我唔係搞事啊，我揾嘅全部都事實嘅，唔係事實我唔會講嘅。但係佢哋又連我街招啊，又依樣嗰樣，我唔緊要，你咪連飽佢咯，我面皮一丈口。但係咧，呢個政府唔應該咁做。有人提你，你諗翻轉頭，李家超當時如果你尊重我講俾你聽嘅情況，其實今日你就唔需要面對今日嘅惡果，就係咁。係啊，今次成為全球嘅大新聞㗎啦！你見到即係所有嘅今日國際新聞嘅頭條咧，就係香港成為人間煉獄啊！係啊，即係覺得你自己心情點咧？即係你不斷咁樣舉報，但係今日你坐喺呢個即係見到即係燒咗8棟樓嘅即係現場嗰度，係啦，燒咗7棟，有一棟超過7棟。嗱，我心情當然係喊得出嚟嘅。其實明知道會有危險，我講到出嚟話真係會燒死人。但係冇人理你，結果年幾之後真係發生，你覺得個心會點咧？好難過，即係嗰間居民唔使死嘅喎，唔應該俾人燒間屋嘅喎。你諗下幾 ridiculous 啊？喂，你逼我夾錢夾10幾萬出嚟燒死我自己，燒死我啲家人，燒爛咗間屋喎。喂，屌有冇咁鬼荒謬嘅情況㗎？即係呢個就荒謬到咧絕倫嘅。政府個維修責任拱咗俾個小業主，屋企無可厚非，但係你可以做好個程序㗎嘛。呢啲咁嘅垃圾承建商喺呢一個咧就係喺呢一個市區重建局度咧係攞100分嘅喎，又 delay 又有問題攞100分喎。呢個市區重建局裏邊嘅官員係咪應該出嚟交代下？好啦，瑞和苑、雲福苑好多個盤，我哋不斷嘈，其實包括呢個安基苑個排網可能有問題，個質素有問題 ，sporing 做得唔好，全部官員唔理，你拱咗出去就算數啦。跟住結果就係個現實就係。你拱出去叫翻老人家，佢幫佢留啲錢喺度過世，留啲錢喺度咧養老，甚至棺材本。你而家要佢攞個棺材本出嚟做維修，佢哋願意配合政府。但係而家我攞棺材本出嚟燒死自己喎，我攞棺材本出嚟燒咗自己間屋喎。喂，依家咩道理咧？香港政府呢方面係咪要改善咧？李家超政府如果繼續用呢啲管治態度，繼續搞誇咧，以為自己一係解決個問題，實際上就不斷製造新嘅問題。你話香港呢啲屋苑、呢啲樓宇存在咗幾十年啦，係咪？我哋冇咁嘅情況出現過。最嚴重嘅火災喺嘉里大廈，都係因為非法改建，因為嗰啲會所、clubhouse，因為啲夜總會係改到離晒譜先發生嘅啫。但係我哋冇其他咁嘅情況。但係李家超同埋30年噶咯，嗰次都係30年前發生嘅事喎。呢幾十年都冇乜噶喎，都好少啊。係咯，點解我哋會咁咧？仲要喎，你咁高嘅床板諗一諗啊，李家超你唔好扮嬲喎，你自己應該最跪喺大家面前度懺悔嘅喎。10月已經有個警惕俾你嘅咯喎，呢個警惕俾你，你唔理喎，繼續由佢咁樣做喎。嗱，而家當然啦，呢個發生咗啦，全港其他動咗棚、圍咗網住緊人嘅屋苑，即刻要拆啦。如果棚網嘅問題，即刻拆個網落嚟，唔好俾佢咧係有任何風險，甚至乎暫時唔好俾工人上去，唔好有人喺度附近食煙。唔好有第二件事發生。嗱，上天對香港已經算厚道噶啦，件事擾攘咗10幾個月，結果都發生咗。嗱，呢一個係非常悲哀。而上個月其實華懋大喺中環都已經俾好大警惕大家噶啦，仍然唔理，結果就去到咁。香港建制派呢啲咁嘅垃圾政黨一樣噶，一樣要負責噶。佢哋話為民請命，請咩命啊？而家證明你哋唔係請緊命啦，嗰個黃碧嬌有份搞到咁樣噶。成件事咧，其實就唔單止承建商，就係因為政府監管唔好，因為有人識得人就可以督住個鼻，就其他部門就可以放寬佢，因為咁而令到香港不斷咁沉淪。呢個就係李家超管治班子嘅一個管治態度、意識形態嘅錯誤。我哋一定要咧，就係跟法律，冇得指住個鼻，冇得咧話識呢個識嗰個。
嗱，當然你話而家我想講咁樣講，去到呢個環境，而家其實係非常之妄想，亦都好天真。但係我留得喺度，我願意留喺度，我就希望香港個鐘擺有日翻去好嗰面。如果唔係咧，我哋嘅下一代香港冇噶啦。好啦，咁多謝阿潘焯鴻先生啊，咁你都多保重嚇。咁啊，記保重得我哋都會跟咗大火嘅事件，記得幫我哋訂閱我哋嘅頻道咧，咁就會推呢個最新嘅新聞俾大家。好，拜拜。拜拜。